部位受伤的患者尾仔嘛已经送到宜兰南洋大学附属病院初步检验，其中通处室中将处长周进平和作计室的中校做参观周欣怡受伤的情形会当讲是较轻，家己行路入去到病院内底。宜兰南洋病院简单检验伤了后，再转去台北三军总病院继续检查。其中后处室中将处长黄佑民因为受伤去伤到腰脊骨，受伤的情形会当讲是较严重，就要送到加护病房来继续观察。对镜头比一个赞向大家报平安，伊是伫即届乌鹰直升机意外内底活落来的通处室中将处长周进平。防救起来了后，就算规身躯拢是土，毋过也是做伊军人爱做的代志，指挥调度。甲救援人员讲，也阁有偌侪人伫等人去救。听我说，只有我可以走，他们两个受伤没办法走，他需要担架。防救出来的国防部电信参谋中将处长周进平，身躯拢是土，毋过也是真冷静，向搜救人员汇报现场的状况。座舱里面有2个或3个是有声音还可以，然后这边有2个已经没有气息了。好运活落来，通处室中将周进平，甲后处室中将黄佑民2个人身躯拢有伤。少将处长刘浩东毋但切着伤，正边的耳仔嘛受伤。中校做参观周欣怡，胸脚嘛受伤会痛。公文社的新闻官单应着脚底着受伤，5个人全部拢送去台北三总。做一些检查跟治疗，所以目前他们的生命迹象是稳定的。我们大概有精神科的医师、我们的社工跟心理师来帮忙病人，还有病人的一个家属，来抚慰他们的心灵。乌鹰事故造成8个人死亡，5个好运活落来军官嘛拢经历一场生死劫。记者综合报道。